大家好，我係第13屆原來我得㗎 COC 我得你都得獎學金得獎者楊志雄。呢一日係2025年1月5號，我今日就準備飛去美國啦。呢一日對我嚟講好重要，因為係我去美國呢個旅程嘅開始。我嗰一日好開心，好興奮，同時間亦都覺得有少少唔開心，因為要同我啲屋企人道別。除咗屋企人之外，我啲朋友亦都有嚟送我機。Video。今次我去美國，我希望我可以見識更多嘅嘢，因為我屋企人本身都唔係好有錢，冇諗過其實我有機會係可以贏到一個獎學金，俾自己去美國做1年嘅交流。我屋企人一直以嚟都好支持我，所以我喺度要真係多謝佢哋。同時間我亦都要多謝呢個獎學金俾咗呢個機會我。喊完攬完之後，我就入咗海關，準備搭個飛機去台灣，之後去台灣轉去休士頓。轉機同埋搭飛機嘅過程，初都有啲緊張，因為未試過，但係搭完之後就發覺其實冇咩需要擔心。當時接待我嘅唔係我寄宿家庭，因為佢哋呢唔係佢嘅小鎮度，所以機構呢安排咗一個暫代嘅寄宿家庭俾我，而且佢哋嘅人亦都好好，佢哋肯帶我出去食，而且同時間佢哋亦都暫時接待咗一個德國嘅女仔，而我就咁樣第一日識咗我喺美國嘅新朋友。過咗幾日之後，我真正嘅寄宿家庭就嚟接我，佢哋嘅人都好好，亦都好熱情，帶咗我去食佢哋嗰邊嘅中式餐廳。去到之後就發現其實嗰邊啲嘢食，即使係中式嘅都被美式化，啲分量都好大，亦都落咗好多油、好多糖、好多鹽，啲口味都好重。初去到美國嘅時候就好驚識唔到啲朋友，因為始終啲文化唔同，同埋個環境都好新。之後我就透過一啲唔同嘅活動，同埋主動去搵人去傾偈，去 say hi， 跟住結果我就識到一班朋友。其實美國呢邊啲人好友善，只要我哋微笑同埋抱住正面嘅態度，佢哋自然就會想同你做朋友。除咗社交方面，我亦都有幫我寄宿家庭煮一啲中國嘅菜式俾佢哋。因為嗰陣時就新年，就整咗一啲蝦、一啲餃子、一啲雞肉，咁佢哋都食得好開心。喺呢個過程之中，我學到要分享自己嘅文化，唔單止要了解自己嘅文化，仲要以一個人哋鍾意嘅形式去表達出嚟，咁人哋先至會覺得你嘅文化好有趣。除咗文化交流之外，我亦都同我啲朋友去咗捉蟹同埋釣魚。咁呢一個係我第一次去撈蟹同埋釣魚。咁其實我覺得幾有趣嘅，因為呢啲係一啲香港我冇乜機會去嘗試去做到嘅嘢，而我喺美國呢邊，我喺美國可以嘗試到一個新嘅事物。咁雖然最多咩都捉唔到魚，但係都撈到幾隻蟹，我都體驗到一啲新嘅嘢。另一樣新事物體驗到嘅就係過雪天。咁美國呢邊呢，我到嗰陣時都幾凍嘅，咁就有落雪。咁雖然唔多，但係我亦都可以同我寄宿家庭整一個小雪人。寄宿家庭方面，我仍然仲喺度學習緊點樣同大家相處得更加好，點樣去真正去融合喺佢哋嘅家庭入邊。